今马将能公布的入围名单，台湾天阳报下呢是大人，过片下多年来日间人发落起来的，有人讲福气呢。在天时无人普遍的年代，戏院是得讲是轻松欢迎的娱乐场所。40到60年代，屏东内埔的有3间戏院，是得讲是当地戏院的全盛时期。佢当时唔单止表天阳，也有歌戏、歌舞团也都非常闹热。人家能存到一间外观和保存起完整嘅老戏院，唔过应该做细查厂嘅。内埔杨子院老嘅发展协会，陆对天阳院来出发，由纪录片导演邱才燕去白梦回老戏院，透过老戏院嘅故事，呈现当地嘅人文风情，也本居民来反映老戏院嘅风法。所以我蔡一场嘅报道。就是内埔杨子院路嘅鬼闹热，关系20年嚟清河台戏院才个开幕嘅。哦，有咩票位咯？你别看了，妈本做经验。桃园县嘅门票系学50年前戏院阿鲁米作为戏票，我向前面去头摆睇内埔嘅看戏嘅各种情形，大家白白坐个期待，欢喜轻松嘅心情，路上过到头摆。以前内埔的戏院有什么？内埔戏院文化戏院，我要讲以前留下来全部戏啊。今日上映的天阳梦回老戏院系内埔杨子院老街发展协会拍的纪录片。40到60年代，内埔拥有内埔文化称号3间戏院，前闹热，做对讲系当地戏院的全盛时期。一条看戏的时光，韩国去青岛老内埔人心肝透露称号的回忆。来讲，对呀，老街有嘛个印象最深的，有嘛个奇妙的故事嘛。结果因为大家都讲到戏院啦，尤其个梁山伯同祝英台，本人的印象最深的，各位好看的。个天阳一边10年天天爆满，大家对安尼天阳安有兴趣安好的回想，那就以电影戏院做背景，那个好啊，他就开始经营，因为对戏院的印象有嘛个。我来都挨家挨户去访问有老人家以前同戏院的发生的事情，发生的个奇妙的事情，一家去访问。一家去问，青岛的董事老戏院美剧片师钟启东。片师有一个人做记下的角色，为剧中的人配音，合法按做传话人。还有安详的社会，那个中华图书的中央来有亲戚啊！救命哦！救命哦！传话人小可有贵气，韩国日常生活合法的反应，是知道影片内容韩国精彩生活，不是撩到观众哈哈太难。有单位一天阳冇嘅那个音嘛，佢少啊，要按个按那温莎嘅那伊会传。嘅书只问讲嘅，嘅会讲佢啱要用嘅，要用嘅，安尼讲本人啦。所以人哋都去看文化戏院看戏，阿东哥都係傳話傳咧加油添醋，都感覺很好笑哦。他可能個喜歡去看，反應個精彩。因為一電影嘛，都像布袋戲一樣，有講嘅阿公嘅聲音，阿婆嘅聲音，有細佬嘅聲音。這一年上富人家的上，嘛個生意都要做假安尼啊，比方說個精彩哦。同時從化呢唔係簡單啊，一定要批人蠻多人的話個要橋拍對答，因為就是讀也冇簡單，講話要流利，從細妹講細妹上，細佬講細佬上，老人家對老人家上，叫要聽你叫，一種頭都冇簡單，喺sensu
是1000元一张呀。我感觉水准高中上工作的人家，可能是600，我薪水贵高，所以我一直都翻译、做天亮、翻译传发、做编诗，都做到一个天师出来。足足我都做了18年。就因为传发人范那个精彩又请认真，也是知道阿东哥提给下位改丰盛，就算结婚呢，都还有请到什么嘢改好意。阿姨唔会钱啊，伊记得因为我职业婆，改做什么出租，佢唔係講好笑，我哋一傳發後背，原來圖片4、5列全部都什麼？伊講小談就對到嚴辣，嚴辣少少款啊，所以由於什麼伊都看兩場，下晝就看，下午就看，買票嘅又愛到啊，大單嘅數票嘅又愛到啊，對面啲就又愛到啊，伊起嘅眼唔敢出去呢。傳發人期待目前本天陽韓國燒烤韓國黐米。天陽扛棒法師係戲院門面少唔得的幕後功臣，紀錄片度未簽到嘅佢下位老戲院的扛棒法師廖崇生。喺度馬法站出戲院啊，也在中部上也養養人家，也奉養法鼓嘅，有法要把3年以上，也個。黃金工匠上啊嘛，喺度開播啊，現在喺度發一把開播，放野大標空啊，要發人民工嘅，普通人你不會看板差不多6層4房，1-2塊，沒種嘅組裝100都4、5塊，然後呢要這樣。最多2、3年都結束嘅，都方便嘅。1、2塊、3塊過後嗰邊嘅都有夠多啦。老戲院大本鄉前的美好，已經日本人貼標去。呢部戲院文化戲院做路拆去咧。前後戲院變做洗茶廠、竹炭廠，為到本鄉前文戲戲院度嘅美好時光。呢部老街協會特別請嘅廖崇生畫出當年老戲院嘅樣嘅。因為都尋唔到相片嘅，那都尋冇，那剛剛我哋變到講本人嘅回憶哈，戲院嘅哈，嘛個前年睇那一隻所在，都。廖先生都答應說好，我盡量上看咯，面看咯，講上面得起來嘛，哈，伊都打草稿，畫安尼可以，我講好啊，伊都開始彩色，都畫個文化戲院同個那部戲院。廖崇生用畫筆重建嘅呢部人嘅老記憶，呢部戲院文化戲院再個出現。向前面問起嘅下位後生嘅時光。有去過，我也看過，也文化戲院啊有看過，哎呀嘅也有看過，也是下後嚟啦，有看過。那你嘅哈，嗰陣嗰嘛，嗰時期嘛，看到嘅台灣那個天陽嘅台灣那個，他看你個陣有味啦，看你個快樂安尼。佢鬧熱，佢動人，頭擺摩天師好看，哪一年都來。來人女婦看，連落嗰度人哪年都會來啊看，女婦當老戲院啊。當時有安尼3間戲院吼，都帶動女婦老街繁榮。有女婦戲院嘅遐嘛，有歌仔戲啊嘛，個舞台戲嘛，個歌舞團嘅吼，那大家都會去個看戲啊，然後有食東西啊，買大咩好多人咧，都。嘅向3間戲院存在嘅時間，我哋有採訪嘅鄰居吼，伊講，呀40年代，幾老年人啲嘛，按不條11點、12點玩幾多人咯。講我嘅灣西時都幾乎大部分時間都同佢生活嘅戲院，
每礼拜都要看天样的啦，甚至于做牛茶客满呢啊，2-3日攞訂機嘅講萬要做過晚呢後攞雕牛茶面，雕呢安尼去，所以嘅做牛茶看天樣嘅咁嘅事情本來過太影響啦。喺當時佢也還會開放提名5分鐘，本目前買票嘅民眾預計老戲腳看結局。安尼人情味係一下親難想象嘅。早2點鐘，差唔多4點半點鐘嘅時勢去啊！如果本去老戲腳，一路冇鎖定嘅，冇鎖定去老戲腳嘅人係好味氣啊！冇味嘅好錯，一看到味嘅錯實實。我目前看戲嘅人啊，頭班人佢哭啊！目前佢你個你老戲腳個。我哋嗰時候看天樣，因為農作家人啊嗬，邊呢個我哋嗱嗬，喺鄉下我哋喺新屋家人，邊呢我來呀頭擺行到啲呀嗬，啱冇頭嗰時候出來，20條黑白我來看安，頭擺還是老戲腳位啦。係我哋嗰時候同學啊，不帶我哋去老戲腳，最後10分鐘啊，大概去看唔是錢，1票人都去嘅。兩個人退啊，行過面前。春花都從未有以前。當然啦，廣州優秀啊，往後你來了，都要按你做啦。對老戲院出發係紀錄片，確實本錢到老年配人問起頭擺嘅事情。不過一開始想愛翕老戲院傳法人，天陽扛棒法師是冇咁簡單。紀錄片導演有才藝，見提等溝通，見提等講頭擺嘅故事，一旦能肯做紀錄片嘅主角。變得所以變我提人講以前嘅故事，以前看天陽嘅故事以前玩寫時節企喺度嘅挖扛棒嘅人後背，天陽山重啊，就會看後背先從遠遠可以挖扛棒，個挖嘅循花嘅循花嘅人以前我哋親有集圈咧，有呢批有啲樹模好嘅啦，嘅親有名嘅葉師傅東國師傅，親有集圈嗰種集圈伊都唔得埋嘅，所以我哋最後看嘅天衣場，天衣場都有人循花嘛。為到重建當年的情景，有傳言特別安排傳花練習。不過愛潛歸幾十年前的感覺是唔係咁簡單。東國係安排做嘅傳花嘅重演係會幾十年咧。如果會加西會上會加老人家，每次都講哇按叫嘅啦，點樣因為情景歸重要啦，冇觀眾嘛。當時有幾千人同佢拿，同佢樸素嘅，所以因為情景嘅關係，我哋重演。談論電視嘅普及化，老戲院一件一件行業歷史，透過紀錄片夢回老戲院，帶領民眾回顧老戲院嘅歲月。quay hồ ai buồn ai đâu ngài đàn lo những cá hồ men đâu có ô theo ba ngài đàn yêu kiện có anh này cái rồi này khí hồ là quay theo quay phải過去看電影哦，呀戲啊，真多，可以用那1000個人啊，1000個嘅人來看電影有的人哦，冇可能也啱哦，喺地都係用嘅人睇下戀愛，有嘅睇下結婚。過下來呢，因為帶這個外省人嚟呀聊，跟老人。住在一塊度，最近去的人都喺度。對啊，還在。謝謝大家。天陽山場嘅大家翕相留念。劇中人生過後，清河戲院在嗰邊都拭目以待。我老戲院同當天人之間親情嘅感情，韓國當然談論天陽情節悠久有那個回憶，睇日本人嘅腦勢度，記憶韓國人還夠清楚嘅。1、2。